工聯民政民生關注小組嘅代表就整治二字街約見民政總署，關注小組建議整治二字街必須有清晰嘅規範，同時保障公共安全。民署就話會爭取盡快重整二字街等5街。工聯關注小組認為，二字街等5街一帶環境雜亂，主要係因為當局一直冇明確規範攤販擺賣同埋執法不嚴。小組希望通過今次嘅整治，改善區內公共衛生安全。啲係非法嘅佔用工地嘅情況，我覺得我哋關注組覺得係應該係呢個進行一個規範化同埋合理化，係即係話換句話講，而家仲係冇網管啊，呢種咁嘅模式咧，係應該咧係將佢係一個納入呢個一個規管嘅範圍。民署話已經同區內嘅各方商討，確立重整嘅原則，包括必須設立緊急車輛通道，確保大廈出入口嘅通暢。同時，民署強調會依法處理違規擺賣嘅商鋪。其實呢啲係大家都關注、大家都認同、大家都認為應該要確保嘅。喺呢個前提之下，我哋就會做好有關嘅安排嘅工作。我哋係爭取盡量原區安置、原區調整，令到對各個方面嘅影響減到最細。民署有補充，除咗羅白沙街之外，其餘嘅4條街都會喺白天設置行人專區同埋上落貨區。前期嘅準備工作已經完成，民署短時間之內開展工程。重整之後，如果條件許可，將會預留3.5米嘅緊急行車道，餘下嘅會用嚟作行人道同埋攤販區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高比樂報道。